新闻来看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消息。林志坚有2份论文拢被判定是抄的，撤销伊硕士的学位。这个话题继续伫政坛咧发酵。这个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就认为讲，这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，要求总统蔡英文、市长郑文灿甲郑文平拢爱出面回释咧。之前收听的参选人郑文平，伊无正面回应中华大学的审定结果，敢若讲林志坚承受真大的政治压力，伊要确保追求伊本身的权利拢总尊重。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，并公告注销其学位证书。前新竹市长林志坚中华大学论文嘛，方认定是抄袭的，学了为硕士变学士。中华大学嘛讲同话，讲学生违反学术伦理，指导教授和考试委员有明显的疏忽，会送到评会检讨。针对少数不适合的老师，卖该试掉。面对这个结果，林志坚本人颠倒感觉真严重，虽然已经提出选择，不过国民党这边张善政继续要求，进前有支持伊的人爱出面回释嘞。是全国性，大家在看学术伦理，还有政治人物诚信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的蔡英文主席，还有郑文灿市长，都有必要出来郑重的道歉。讲家己2本论文拢看过，一路听伊到底郑文平继续互追问抄袭的问题，伊安尼应。他是在最大的压力之下，他选择厚道的方式自己承受，不要影响到选举。然后来追求他自己的权益，这个我们完全尊重他。国民党制造政治压力，影响选情，不来骂宜兰县长林祖苗食钱的代志。他去拿的钱不明财产，也是本来宜兰县民的合法的财产，那这个才是影响到那个担任首长的本质。那我很遗憾，张善政先生。他选择视而不见，力挺林志妙参选。林志坚的论文争议虽望一个结果，不过同款一个选战内底，红当作卡球来踢来踢去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